現時品牌有超過100款嘅手工梘㗎啦。我哋試過用呢一個爆谷機擺一啲爆谷粒粒喺上面啦。咁有啲客咧喺個市集嗰度見到，都以為係真爆谷，仲話咦，點解比起真爆谷會有啲貴嘅？因為我哋可能呢一桶咁樣賣128蚊啦。第一間公司係做一啲可以永久保存嘅產品，咁所以我就諗，咦，咁我咪好蝕底？我做完個客之後就永遠可以保存到，佢就唔會再訂噶咯喎。咁我就喺度諗，咦，咁有冇啲嘢係啲人會翻訂？我就揀咗番梘。最開頭嘅時候呢，咁大概都係幾千蚊，都唔係話太貴嘅。咁當時就做咗4款啦，嗰時只係咦好靚喎，咁但係就唔係話一個令到客人好有動力去買嘅原因。23年咧就終於諗到，其實我可以將一啲香港嘅元素擺落番梘度。其實現時比較熱賣嘅款式都係香港系列嘅款式啦。主要咧佢哋香港客戶咧，佢哋比較喜歡買嚟送禮物，佢哋就比較偏向揾一啲香港特色嘅禮物，而唔係周街都買到。比較中意啲小眾啲嘅禮物。亦都有啲新加坡嘅客人咧，去要求做一啲喇沙麵或者海南雞飯嘅手工梘。咁呢一啲碗類、飯麵類就暫時未研究到點樣做先比較美觀啲，因為始終佢嘅材料太多。咁所以我哋暫時都係 focus 喺小食，例如係一啲多士類啊，或者係飲品類會比較容易啲去製作，同埋同時個形象都可愛啲，喺美觀上面都幾落足功夫嘅。所以嗰個價錢咧就當然都唔會太平，咁變咗客人買完之後咧，咁佢哋都會覺得哎呀唔係好捨得用。譬如喺旺季時節啦，例如係新年或者聖誕節咧，咁我哋都會接得比較多嘅企業訂單嘅，數量通常都會係100個起啦，至到800個不等啦，再多啲都有嘅。基本上已經做到收支平衡㗎啦。唯一個不足之處就係冇固定嘅出貨數量，我哋冇同某一間公司簽訂我哋每個月要供貨幾多嘅，咁所以日常就係繼續揾客。其實我好耐以前已經諗過，就係無論係幾艱難，無論係幾蓬勃嘅社會咧，送禮物咧都係必須嘅。就好似我哋就算每一年個市幾唔好，都係會派利是㗎嘛。除咗係多與少嘅啫，咁所以禮物呢樣嘢咧係永遠都係長做長有。